5月天乐团宣布讲，要伫11月初2、初3这2天伫花莲来办公益演唱会，望讲协助华东地区的观光。也毋过有民众就发现讲，迄几天花莲的饭店、民宿计销是起袂少。县政府是表示讲，因会严格来稽查。5月天会伫咧11月初2、初3分别伫咧花莲玉里店甲花莲市办公益演唱会，消息传出了，初2、初3订房率就快速升悬到9%。伫网络顶看到真侪旅宿业者拢起价。政府可以有什么方案哈？那不要说因为他来了，那个旅馆的价格上涨。除了起价，也有民众讲，有一寡旅宿业者就也有房间山顿的买卖，怀疑业者是伫咧等好时机时阵才要开放订房。这款行为互愿意守法的大部分业者感觉真无奈。之前就已经呼吁了我们所有的会员，希望我们一定要秉持着服务业一贯的这个精神哈，那不要因为说有这个演唱会过来，而大家这个进香的这个涨价，把服务品质也都给低落了哈。关府观光旅游处讲，5月天来花莲演唱，确实带来真侪能量，不过也接到真侪定情，讲什么大房拢起价，不过计价拿伫咧牌价范围内是合法的。涨幅多少违法？这件事情基本上当时候在设定这个礼数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有报给中央观光署，就已经有一个最高的价格的顶点，那它绝对不能够超过那个顶点。关府强调，举报若超过牌价，将会依照违反旅游业管理规则第21条的规定，处1万块到5万块的罚款。已经派人加强稽查不当起价加囤房买卖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